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摔着了吧？摔着。哟吼，小朋友起床啦！姑，你干嘛呀？上班第一天，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。哟吼，快点来吧，快快快啊！起床。新衣服。姑姑，这衣服有点大呀。大什么大呀？今年就流行那个宽松的，这是姑姑最贵的衣服。我跟你说，平时我都不舍得穿。我跟这衣服谁年纪大？流行就是一个圈儿，我看看现在也差不多轮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宁啊，这衣服好看，真好看。来看，真的吗？跟你姑姑一样好看。哎呦，你这小表情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信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年轻的时候美着呢，那是街上的一枝花，追求我的人从这里排到大上海嘞。妈，是吧？是啊，我女儿嘛，当然好看了。小宁啊，这衣服看是好看，学校让穿嘛。哎呦，老太太啊，现在是上班儿。你又胡说，才多大，上什么班呢？小宁，来，把这个拿到学校去，给小朋友们分分啊！谢谢奶奶。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70几岁的人啦，一会儿精神一会儿糊涂的。行，你们说好看就是真的好看。今天就穿这套上班，你开心吗？ Absolutely。我去上班了。又给我换了啊！换男明星看了行不行啊？旭哥，小宁。呀，哎，小宁，你今天这身装扮有点复古 disco。旭哥，你要不然一见面就挖苦我？哪敢，我的江老板，就是觉得有点小可爱。是姑姑非让我穿她的衣服上班。上班？你找到新工作了？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蒋小宁。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，我不会迟到的，谢谢。怎么了，小宁？啊，你刚刚问我什么？我刚刚说你找到新工作了。原本没有，现在有了，而且是跟建筑设计有关，老板助理。可以啊，小宁。啊，旭哥，我要借你的车后座改造一下我的衣服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里面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又送我礼物？不可以。我刚好路过来一份。零食啊，零食可以。早上奶奶还跟我说，让我跟朋友一起分享。喏，谢谢我的好朋友。第一天上班，正好我送你。司机小唐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好的，江老板，这就走。加油，小宁。旭哥，你慢点开车啊！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摔着了吧？摔疼了吧？来来来来。
真是流水的工作，铁打的倒霉啊！